辣模 T 妹 Tiffany Chen 以一罩杯火辣身材，敢言个性闻名。日前春节期间 ，T 妹为替儿子讨红包，在脸书粉丝团直接公开银行账号，更要求金额最好吉利一点，遭网友痛批把儿子当摇钱树，而 T 妹也不甘示弱反呛网友，事件引发热议。近日 T 妹在脸书贴文透露有包养公司找她，好奇询问有关自己的包养行情，1个月6天竟破100万元，笑称都不知我多饥渴，更痛斥当初说她敛财的酸民也不看看人家的行情。T 妹在过年期间因替儿子收红包的行为引发网友讨论。当时曾在脸书透露，有太多网友想要给儿子红包，因此直接公开账号，让想给红包的人都可以汇款，并要求红包不要只给几十元或单数，感觉不太吉利。收到的金额会全数为儿子存起来，让他长大后可以运用，同时会以加脸书好友、私人 Line 友的方式作为报答，希望有机会可以相见欢，当面道谢。此举却被网友们痛批是敛财，将儿子当摇钱树。近日 ，T 妹在脸书贴文透露有包养公司找她，好奇问了自己的行情，1个月6天就破100万元，让她惊讶直呼真是的，客户怎么不直接找 T 妹？都不知我多饥渴。文中他再度提起红包事件，直言之前很多人要包新年礼金给 T 宝，无故被辱骂乞丐、价值观偏差，甚至敛财。他怒轰肯定智能不足的人才会说那样话，更肯定是死边缘人，没在社会上走跳过。强调我当初就说，我跟身边大老板拿钱更快，只是我爱面子，认为我能赚，何必跟他人拿？但这是别人要给 T 宝小朋友的红包，怎么相提并论？文末表示说真的，我如果被包养，有爽有赔又有钱拿，什么是价值观偏差？笑称也不看看人家的行情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回应，很多人要包养 T 妹的，只是她不想而已。酸民根本不懂行情，怎么做都会有人嫌，还是做自己最实在，加油！有时候人漂亮会被嫉妒，别太在意眼红之人。哇，月入100万杯超棒的，你好贵哦！